老挝媳妇知道说我要去卖槟榔了，非要跟着我去，拦都拦不住啊。什么豆槟榔？我不会老挝啦，我在海南做槟榔啦。老挝媳妇自从知道槟榔价格很高了之后呢，现在对槟榔特别上心。你看，现在我老爸摘了好多槟榔回来，他还帮着我爸一起收拾。等会说他要拿槟榔去卖了，因为现在槟榔的价格73块钱一斤，所以我老婆一看到槟榔就特心动。他现在跟我女儿说，下午卖槟榔又有钱带我女儿去海边玩了。ดูสิมีเงินไปทะเลอีกแล้วไปทะเลบ่ค่อยไปน้ำ老挝媳妇知道说我要去卖槟榔了，非要跟着我去，拦都拦不住啊。因为最近啊，槟榔价格挺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趁着价格好的时候拉着槟榔去卖。媳妇知道了，一定是要跟着去。你看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她说不带她去不行，主要是因为这2天啊，受这个台风天气影响，你看风特别大，然后呢，这个天气暗沉的。我媳妇都怀孕25周了，不想带着她去，但是她知道我要卖槟榔，非要跟着去。哎呀，拜。好，走，带你去。可能是怕着我卖槟榔收私房钱呐。看这回来到槟榔收购点了，开心了没有？老闆，你今晚都幾件咧？打等我。มื้อนี้โล70หยวนราคาลดลงหน่อยนึง35โล一看到钱就自己眼睛都亮了，还在那里算了。老板多少钱？2440 2,440 หยวนไปทำเงินแล้วดีใจบ่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了。风大雨大，主要怕她说怀孕都已经25周了，怕风大对小孩子对她不好。她倒好，她说我卖槟榔拿这么多钱，是不是想要去找小姐姐，想去洗脚啊？这个了ครับดูกระเป๋าเมียละจ้ะ什么豆槟榔我不会老挝啦，我在海南做槟榔啦。我家老婆看到有这么多槟榔，她太心动了。她不回海南了，不回老挝了，她要在海南帮公公婆婆种槟榔了。你看，我卖槟榔的钱，她装口袋了，现在假装大方说要带我去喝下午茶。都说老挝姑娘纯情，我看着这小心思、小心眼多得很。好了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点个评论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